親像在叫我，叫着我，黃昏的故鄉不是在叫我，叫我一個苦命的身軀，流浪的人無厝的獨照，孤單啊來到異鄉，不是愛的念家鄉。今日又是來聽見着我，親像在叫我。盼阮轉去的聲叫無聽，爸阮啊，你若要去，請你帶著我心情，送去予伊我的阿母。你對音樂的造詣，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。你的轉音，就要這樣改編一個任何一首歌曲，尤其是第一個是要到最後一個是能夠這樣轉的。你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音樂的造詣，不可能做得到。我覺得你也讓我真的是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教育，因為你把《黃昏的故鄉》這首歌唱成了另外一首歌的感覺，而且是一首新歌，好聽的新歌。我覺得今天東東這才第二個哎。怎麼辦？好，我們壓力好大。剛才上一個是教科書等級的哈，現在這已經是國際級的，好不好？我覺得秉桓是我聽過以 R&B 來講，亞洲應該沒有人能夠唱得贏你。那我們姑且，因為可能有些觀眾會覺得啊，這個風格我不喜歡，這不是喜不喜歡的問題，這是很專業的。那秉桓的每一個音樂的細節，他每一個這個演唱的口氣，每一句的表演，我們都很陶醉，都很喜歡。你要叫我上去比，我也是輸他了。謝謝老師。